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负陪伴你，我心爱你到未来。爱你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啊！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，你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的期待。讲啦，医师说叫我甲你讲，新文化甲社会拢嘛伫遮。文化甲小芬伫遐，啊，树美是甲咱两个安怎上？是要知影，你亲身去看卖啊，毋就清楚啊？啊无，先我敲一下电话啦。时间袂过，请你即马就对阮来去。老板啊！总裁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向你报告。讲，黄石好在日本的行李差不多都互咱母岛，这是所有资料。目前伊的病况还算稳定，经过医生所讲，再过几工啊，伊就通倒转去啊。所以我想要请示总裁，咱续落来要安怎做？黄石好是我上袂当原谅，是伊引起所有人对我的仇恨的。亲像这种人，免啥甲伊客气，随家解决掉。是。等者，总裁，请问有啥物法度？我向向改变主意。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就暂时回外面，该带过来这。等我婚礼完成了，再来解决。是。杰森，啊，你来伫这？哎，杰森，杰森，妈，请坐。秋美，是咱杰森来伫这？拄才我听讲，文化甲小芬嘛拢伫遮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妈，一逝路遐远，先坐来休困才讲嘛。我无要坐，你紧讲。好啦，那呢我就老实甲你讲，毋若文化甲小芬，连阮爸爸、姐姐、俊杰嘛拢伫遮。是啊，你甲所有人拢带来遮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你还阁会记得迄当年无？我爱文化，爱甲真深，我就希望会当嫁互伊做某，所以我就想尽办法来巴结你。迄时阵，你看伫个我所得到的权势甲财富，嘛真努力做生活甲文化分数。当然讲是大家新妇共生，相处甲真愉快。啊，毋过后来手又转来啊，你发现我毋是真的千金，你对我的态度就完全无共款啊！你毋但无甲我当作是新妇看待，而且佫常常打击我的信心。你的所作所为，真是互我真凊心，你知无？我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文化。我对你无啥物成见，反倒是你毋但无反省你家己的毋对，
反倒转过来指责讲是我单独钱财见你梦里。秋美，你敢知你做偌济歹代志？我是看伫秋玉甲八川的面子上，才互你转来。啊你，若无感谢，反倒转过来讲是我唔对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是会管你的人是你，搁安怎？我嘛是小芬的妈妈，你凭什么甲我拆散，害我母仔囝分开？哼！你讲要遐尔好？你讲你是为着小芬好？其实你是为着要出身文化甲商业，你甲我当作是使用人话来话去，目的就是为着要处罚我，要报复我嘛。那就是因为安尼，小芬才会因为思念妈妈，走出去互车弄着，才会变做残废。这一切拢是你造成的，你知无？秋美，你根本就是公司断你嘛！我是一个有捌当的人，我无想要跟你计较，所以即马伫遮，我还是叫你一声妈妈。妈，你知影我是安怎今日甲你请过来无？因为今日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我要结婚啊，所以我要请你做南方的主婚礼。文华，甲小芬，即马伫我的厝头，等下伫遮，我甲文华就会举行婚礼。我希望你会当欢欢喜喜参加为婚祝福。文华甲小芬伫遮，秋美，你到底是甲因两个安怎啊？因真好啊，你别烦恼，你先谈遮休过一下。等下婚礼开始，你自然就会记到因啊。你即马马上带去见，马上带去见秋美。你别啥生气啦，你俩阵以我即马的状况，我敢命阁有需要听你的命令。Tony， 该带落去，互伊甲伊遐朋友做伙，有人开讲，也较袂无聊。是。秋美，秋美，你是要叫我带去倒啊？秋美。头家，你敢有想要食啥物物件？我来替你买。唔免啦，我若无看到明辉。明辉伊有淡薄仔代志咧处理，也毋过伊小等下就来啊。阿公，你身体有好无？明辉啊，阿公也无看得起。我听海洋讲哦，听阿公为家2工，你拢无眠无去听阿公的养牛皮伫照顾我，你还阁替阿公啊祈祷，阿公嘛才会当捡一条老命倒转。阿公，唔通安尼讲啦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毋过伊讲的情形，你实在足危险的，我当时替你足烦恼的。真难得，难得你对阿公啊有这个深、这个高的感情。老你讲，迄龙一水一点也都唔对。毕竟咱也是有血缘的关系，实在于20万年无见面，咱阿公个孙的感情。同款关系也阁实力存在。阿祖，我感觉你讲足有道理的。以前我拢毋捌看过阮爸爸甲阿公，毋过我看到阮爸爸甲阿公，我都知影伊啊。我感觉我家己足爱因的。我相信我爸爸，你一定嘛足爱伊的。我爸爸，你讲是毋是？是啦。喂，林辉，是我。
秋美，那是你？你即摆人伫倒位？是安怎所有人知影是我，阮遐尔惊吓？袂惊，我会慢慢啊，甲代志解释互你听的。解释？你是要讲什么？当然是恁阿公阮石虎，还阁有阮爸爸陈碧川，因所发生的过节甲误会啊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，阿公甲姨丈的误会，拢是你手造成的，是吧？无毋对，我著向你坦白，较免你问东问西啊。还阁有哦，即马所有重要的人物拢伫我遮，就敢若差你一个。你若是想要见到因，就马上过来头城，往海边仔路行。伫个路的，我会阁甲你联络。重要任务，你到底想要对因安怎？莫问遐多，过来你就知影。啊，毋过我先警告你，毋通报警哦。要若无，这个重要任务随着你的牵连，安怎样啊？我是无负责的。喂，喂，这是秋美靠来。阿公，文华秋友、小芬姨丈，还有俊前，即摆拢已失踪啊！我在想，一定会秋美的手头。我即摆来去找伊。爸爸，我袂要跟你去。小玲，我爸爸即摆去是真危险，所以我袂咧带你去。等一下，我请阿雄带你转去好无？我要跟你去。小玲，你要乖哦。我爸爸是袂当甲你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公带转来，就看一届。卡随要带我去，我毋那是我都保护你，等到你有危险，所以乖，你留落来好无？好啦，不过你答应我，你要平安回来哦。我答应你。大哥哥。好，大哥哥。阿公，这届我甲秋美是有准备的，唔免讲，你伫日本无在甲讲到的代志，嘛是伊设计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找伊。本来我是咧主张讲，我逼死秋美，想要到伊确实家己爬起来，重新决定来。秋美这个囡仔，我实在太甲伊看轻了。哎呦，阿公，我小玲就拜托你了。你放心。哎呦，秋美这个查囡仔，心机沉重，诡计多端，你对面我去看看。是，我先来。为什么秋美阿姨要做歹代志？为什么伊要甲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公拢掠去啊？我老实讲，人爱怎样改？为什么秋美阿姨无爱改呢？小亮，你安尼向问阿公这个问题吼，阿公煞袂晓甲你回答咧。总讲一句，大家拢要有秋美机会，真济机会。也毋过秋美呢，伊家己都袂晓要把握，也无悔改。算起来，秋美成功，家己毁家己的坚定，安尼知？老爸，安尼身体有较好无？啊，有咧，今仔的精神，那是比昨好真济哩。安尼真好，来，我厝里来检嘛时，做身体检查。阿伯，你家己我倒落床无？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好啦，你乖仔好啊。这个是都叫你拿上回家来啊！我你是拿上对了。不是这边冲啥？
全都掠去。我要逃走无？如果我若逃走，阿祖要安怎？哎呀，这阿姐，我就是要去白山呢。佮你唔是啦。啊，不过我就记白，我当白条啦。他你要钱的人是我，这个囡仔你茫个放弃，我若放伊走，唔就会去报警。无你嘛较好心咧。我这个囡仔去变数一下。先生阿姐，你若是无好去变数，我会放伫个车就吵的哦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小莲，你去内面能拿这便所，也毋过你莫白来，因为你若做，就伫我的手头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，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你去内面能拿这便所，也毋过你莫白来，因为你若做，就伫我的手头。你会记到，我会看我清清楚楚。我要逃走，我真想要去变数。开门。姐，我要去变数。变数不要回来给你。姐姐，啊，不过我不会清楚，你敢会用唱一歌？有啥？被坏人抓，救命！先生阿姐，我阿公讲你对伊很好，是好人，所以伊要嫁予你。啊，不过为什么你今麦要做歹人？先生阿姐，我后祖今麦有病也袂好，你是不是会用放伊走，从我走就好啦？你哪会这废话啦？我唔准你讲话啊！我老实讲，大人无好囡仔讲话会臭水甲。你这囡仔实在是……喂。等一下，你会看到一条双车路，你行正边一条，过山顶开，差不多10分钟左右，你会看到一间足大间的仓库，我就伫遐等你。这是咱路线，假使若发现迄堆祖孙的下落，阮会马上通报。啊，系啊，我就叫在2点。紧点走。哦。就是在遮到想要扶手点叫袂快。我起来。
秋美，李辉，咱又搁见面啊？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是安怎要甲大家对立？大家一再原谅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你到底要安怎做？你才甘愿啊？我嘛真无奈啦，只要是我的敌人，我就必须要甲伊解决掉，绝对袂用互因来阻碍我。敌人，树又是你的姐姐，但别川对你有恩情，俊杰正情对你这尔好，这尔照顾你，你把因当作是敌人。李辉，我想起过去咱伫歌舞团的日子，我一直甲你看做是家己的哥哥，你嘛真照顾我，保护我，甚至你捌为我受伤，为我坐监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时间甲空间一直在改变。若毋是因为你遐尔爱树阳，你嘛袂为着伊甲我起冲突，造成咱两个人的对立。真的真可惜，咱伫困难中建立的感情，怎安尼变质啊？你伫遮讲遮尔侪道理，但红看你家己的罪行，伊袂替你家己感觉足见笑的。你做出遮尔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唔惊去用雷公讲死上？你别骂我啦！我今日请你过来，完全是好意的。我是想讲，请大家过来坐坐，把过去的恩怨做一遍解决。放心啊，我连你阿公嘛该请过来啊。伊即马就伫咧路的，不然伊就会看到你。秋美，我甲你警告，假使你甲对我阿公安怎，我绝对袂放你耍！赶紧！哦，我就听对了，我将我又困住了。玲，你莫拖时间，紧行！大姐，我做实在无好，你互伊好困一下好无啊？紧行！拜托你啦！好了，我你5分钟时间，时间若是到，马上行。就算阿姐，你时间你缘投，无怪阿哥再遐尼介意你。你也毋是歹人啊，为什么你要撩阮？你放阮走好无？其实啊，人的生活只剩一点时间。我原来你还阁年轻有为，你何必就对你笑美用牛逼的助纣为虐？安尼只是干那毁灭你家己啊！确实，我是为着钱替秋美做代志，也毋过我是为着家庭，要过好日子。想要到家庭外的人是免开。我即马啥物拢无啊！我若无趁这个机会趁一寡钱，今仔这世人，我真冇发展啊！对呀，趁钱确实是真容易啦。你毋过赚了无心钱，你对你良心敢袂当啊？我再讲秋美这个人六亲不认，连你家己的手足都伊唔放过。如果因若是发生代志，
你是咪讲伊会无传理性啊？这下是，我听哥讲，你读足侪册，只要你肯拍拼，我相信你一定就有成就的。你别甲讲遮济啦，我免帮你耍。时间到，行啦，起来，起来啦！起来，起来！我一定要想办法带小玲走，要若无落在小面上头，一定是阮死。行起来！小玲啊，这家有样啊，靠我做样苦命啊！行起来啦！啊，你先看下。时间到，阮总裁请各位出去参加婚礼。爸爸，你看，我请今年35岁了。小芬真水。爸爸，今日你要跟妈妈结婚，我做恁的花童，我真欢喜。爸爸，你是安怎？你是毋是无欢喜？如何？咱就要结婚啊！以后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家翁。文华，你免歹势嘛，咱本来就是翁仔某啊，靠恩爱有甚关系？总裁，新郎礼好来。文华，这次新郎礼好是要予你的，你紧去换起来。我讲过，我袂跟你结婚。文华，咱婚礼的主婚人是你妈妈甲阮爸爸，证婚人是秋玉。另外，俊杰、明辉甲黄石虎是咱的贵宾哦。这侪人的，我就紧张的。哎，你看，我这次新娘衫有水无？时间你要袂赴啊？你应该你的新郎的礼服换起来。你起笑，你起笑啊！你想要甲大家掠来遮？你想要甲大家掠来遮？本来我带念你是我的家后，是小芬的妈妈，我愿意给你机会，劝你回头。也毋过你唔知人悔改，一错再错。你是头壳有问题，还是心理有问题啊？啊，小芬，你免惊，妈妈一定会处理的，爸爸一定会跟妈妈结婚的。你先去顶下等哈，乖，紧去。文华，今日是咱结婚的日子，你唔得爱欢欢喜喜啊！你安尼发脾气，唔能去吓惊着小芬，而且嘛歹结掉。来啦，你紧甲新郎的礼服换起来，咱出来去礼堂。你去你家己去，我袂甲你做伙笑。文华，我已经尽量甲你好好讲啊，是安怎你是袂当接受？你也知影。假使你若唔答应甲我结婚，那安尼，秋玉、陈别川、俊杰、明辉，甚至是你妈妈，还有小芬，都会跟咱做伙陪葬。你哪会这可怕？你哪会变安尼？我讲会到做会到，你上好是莫逼我。要是你要讲安尼执迷不顾，那安尼，我只好带大你做伙死。啊，不过，伫咧风泉路上，
我还是会牵你的手的。总讲一句，我生生世世拢要甲你对调调。我靠！救命！救命！警察姐，有喷水来，你敢出家，你要啉无？少年，我哪来你家？你拄啊对头顶摔落来，脚断去啊！我后早已经帮你指挥啊，脚拢已经固定好啊。伊人咧？伊即马去找人来救你啊！救我？是啊，我总讲你的脚伤甲真严重，伊若无去找人，你的脚会袂好啊。我安尼对待你，恁敢要救我？你啥不爱走？阿姐，你嘛是歹人啊！我做讲你是互人利用，只要你愿意改，咱拢会原谅你。恁若要对我这么好，我安尼伤害你，恁不但无怪我，你去担心我的伤。警察姐，人拢会做唔对代志。其实以前我嘛常常互我妈妈处罚。我处罚了，我都会记得以后袂安尼做唔对代志，因为我怕互我妈妈伤心，所以我要做一个乖爸爸。你讲了真对，咱免做歹代志，也免互爸爸妈妈替咱见笑。我对头前野咧。阿周你家。你的脚有问题无？我真是，多谢你救我，这件代志对不起你。知影唔对就好，少年嘛难免做唔对代志，爱了解哈。那先生，你紧赶紧投降，有人需要你救助。投降？好。敢讲我真正要甲秋美结婚？假使若甲秋美结婚，不但违背我良心，而且秋哥伊是要安怎？那呢我甲秋美是毋是要搁过着较早迄段痛苦的婚姻？袂，我绝对袂甲秋美结婚。也不过，秋美做代志一向讲到做到，而且伊即摆精神，抑搁心理拢无啥正常。我假使若无照伊的话做，无甲伊结婚，伊真正有可能做出真疯狂的代志，毋但伤害我，伤害伊家己，甚至伤害小芬抑阁所有人。文华，你考虑了安怎？你应该袂互我甲小芬失望，对无？你真是忍心伤害我甲小芬？你是毋是唔相信我讲的同归于尽？假使你若答应甲我结婚，我绝对会安尼做的。我做人，我就甲你做翁仔某；若安尼我做鬼，嘛要甲你做翁仔某。先煞，我阁会带咱可爱的查某囝做回去哦。只要你莫伤害小芬，我就答应跟你结婚。
是爱小芬的。总裁，一切拢安排好啊，就等总裁甲信息进入礼堂。姑妈，呀，咱来结婚。 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。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 刘辉，刘辉，刘辉，你们后边啊，快紧坐好。唔通轻易乱动。大家拢坐好。你若好别在这，秋瑶，你有安怎无？小敏，敢有伤害你？我都无代志。啊，你是安怎？本来我是要来救你，结果想袂到叫秋雨讲阮去，叫巴地车。你放心啦，我袂伤害你啦。等下婚礼结束，我就帮你走。你会去，好好主持婚礼，知影无？各位，你拢是阮总裁亲戚好友，我希望你喏会当真正祝福伊。啊，假使讲有人要闹着，就莫怪我对恁无客气啊。婚礼开始，走吧。 文华，你哪会那个秋碧结婚呢？你莫讲话哦！你若拢黑白人讲话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这媳妇对新人敬婚姻是神圣，无论是富贵还是善食，无论是破病还是健康，拢必须要永远对对方忠实，一生宠爱对方，尊敬对方。陈秋美小姐，你愿意嫁予沈文华先生为妻，而且遵守这誓言无？我愿意。沈文华先生，你愿意娶陈秋美小姐为妻，而且遵守这誓言无？沈文华先生，你愿意娶陈秋美小姐为妻，而且遵守这誓言无？文华，你已经答应啊。在新的面头前，我袂讲白菜。秋美，我袂用娶你。你拄则伫咧厝是安怎甲我讲的？你讲你愿意甲我结婚的？无对，迄个时阵我受答应，因为你威胁我惊去伤害着小芬。也毋过即摆伫新的面头前，我袂用答应你，要甲你做伙一世人。因为我爱人是秋玉，要娶的人嘛是秋玉。沈文华，不管你是毋是介意听，伫新的面头前，我一定要甲实话讲出来。进前娶你，是因为互你骗去。为着小芬，我一直忍耐，一直吞忍到甲你离婚。也毋过，我的心内只有秋玉，啊，若伫秋玉迄边，这阵以来，伊受真侪委屈，还阁痛苦。也毋过，伊拢甲目屎吞到腹肚内。啊，若今仔日，我袂用阁忍受看到伊受痛苦、受委屈，我要娶伊，要甲伊生活一世人。沈文华，
我用遐尼侪心血，安排这场神圣的婚礼，结果你也是无感动，你也是选择手摇。是安怎？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？你是安怎要安尼伤害我？小飞是倒位也做唔对？你是安怎心肝遐尼凶？竟然连伊嘛伤害啊！小飞，我可怜的囡仔，你爸爸袂伫了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。 不管安怎努力，也是无法度挽回你爸爸的心，也是无法度，给你一个温暖健全的家庭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妈，我爱你了。小芬乖，小芬卖讲，你别开我嘴啊啦！拢是你害的，就是因为你，母汉才买伫阮母仔囝的。 你这个祸害，你是魔鬼！秋米，你哪会安尼侮辱秋哥？我讲的是事实啦，若不是因为伊，咱早就结婚啦。母华，你是安怎都袂晓放弃秋玉？我到底是倒一点解袂美的？母华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插秋玉好不好？咱结婚好不好？咱结婚好不好？哎呀，秋米啊！ 之前你骗文华跟你结婚，你连婚姻嘛无幸福啊！你即马搁用同款的手段来骗文华跟你结婚，这有啥物意义嘛？真阿讲也无唔对啦，你逼文华跟你结婚，安尼你的婚姻嘛是袂美满，颠倒是害到你甲文华，更加伤害到小芬、秋美，你免一错再错啊！我无唔对，我就是为着小芬好。 为着我好，所以我才要求文华跟我结婚呢。我只要结婚啊，我心活中有爱，我都袂去伤害任何人啊。啊，不过，若是什么人要破坏我甲文华的婚事，要夺走我甲小芬的幸福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。 做借口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若是什么人要破坏我甲文华的婚事，要夺走我甲小芬的幸福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 我怕你，是因为我带念你过去嘛，叫我爸爸。我怕你，是因为我对你也抱了一点仔希望。我希望你会当讲我，秋雨，看你安尼，我这个做爸爸的，心肝来我痛苦，你知无？ 要甲我求你，今日还阁有一个爸爸愿意关心我。秋雨，那呢？你即马都莫一错再错啊！一定袂好啊！谁拢无法度原谅我。秋雨，我会当甲你当作我亲生查某囝同款。 无论你做啥物唔对代志，爸爸拢愿意原谅你。我认为这个世界无可能互犯错的人自新的机会，所以我决定，互我阁继续吞忍落去啊！你莫以为是我唔知影，你心肝内，你的查某囝只有秋叶一个，伊才是你的心头吧？ 嘛无怪，秋叶伊自细汉到大汉，大汉拢比我较强。细汉的时阵，伊就比我较听话，较捌代志，功课嘛比我较好。
阮妈妈常常用侮辱伊，说祖父我。后来阮大汉啊，阮两个拢去爱着文化，毋过偏偏啊，文化敢若选择手约，完全都无看到我的付出，我的感情。是安怎所有的人拢敢看到手约的好，完全无看到我的付出，我的努力，我的优点。我唔甘愿，我要做一个永远的失败者。我要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一切。少年我的手段代价。这个世界无情理，只有强权。强权才是胜利者，才有法度得到一切。我是上强的人，我就是有办法得到一切。秋莲，你是安怎安尼想？你讲的根本就不是道理。你是安怎要将唔对的当作对的？我无唔对。你看，就是因为我即摆有强权啊，所以你拢爱挑我的。你拢爱挑我的，实在是真好。我即摆永远在照我的意思去得到一切。我是你的主导者，有听到无？秋雨啊，到底是起啥啥？你亚准讲，你来控制所有一切啥？我是起笑，不过若是起笑，就用照家己的意思去得到一切。起笑又该安怎嘞？回来，继续。家姐，攞家姐。来继续。沈文华先生，你愿意娶陈秋美小姐为妻？无愿意。我搁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愿意娶她做某无？我讲过，我敢若爱手脚，我敢若要娶手脚。托尼。是。小芬，你免惊，遐阿姐袂伤害你。你叫伊莫读阿公甲秋月阿姨。小芬，爱我莫读。你嘛知影，我无想要下这个毒手。啊，毋过，因是生是死，最后的决定权毋是伫我的手头，是伫你的手头的。你爱考虑互相说哦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提醒的美丽。错了，错了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提醒的美。